好，我一个高啊，兴，有一个欢喜咱的，也都很嘿高兴。嘿，小等者嘿，咱小看者吼，我伫云幕顶悬即个分类啦吼。好，来，第五章吼，大概分做五个段落啦吼。第一节到11节是耶稣呼召门徒咧讲着，将来伊要得着人，亲像鱼仔安尼吼。第二段是12节到16节，耶稣医治即个生太哥的人。17节到26节嘛是医治的故事吼，就是一个歹骹的人得着医治。然后27节到32节，利未吼，伊是一个扣税的人，伊受到呼召吼，所以伫即章的内底有讲到两个呼召的故事。然后较重要其实是33节到39节吼，我讲到即段的时阵会小可较深入，甲咱所小可分享禁者的一寡概念安尼吼。好。伫即段中文经文的内底呢，有4个人来受到呼召吼。咱知影彼得甲伊小弟安德烈，个雅各甲约翰吼。好，咱来看经文啦吼。当众人的会议特别听上帝的道理的时阵，耶稣徛伫吉尼撒勒湖边吼，看见两只船伫湖边，这掠鱼的人离开船在洗网。其中一个是西门的，一只是船是西门的。耶稣上去就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内底驾驶众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就应讲：先生，阮通暝着磨，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围着鱼真济。网要到离吼，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3工，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要沉落去吼。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的骹下，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人。因为西门甲当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掠着的鱼，无戆领吼。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即碟了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拖船来挖岸，就放杀一切来对伊吼。这是即段经文啦吼。经文的比较，我想着互咱家己看，我互咱的讲义中间，咱直接进入即个经文经文。耶稣伫即个所在咧讲到最深的所在啦吼。咱知影伊伫遐，其实彼得毋捌伊，但是伊去有真侪人跟对伊的时阵，伊就来到伫彼得的边啊。因伫遐咧靠岸，伫遐咧洗网，耶稣就借伊的船吼。咱对经文来看讲，其实彼得看起来佫不离顺服的人啦吼。圣经真简单记载讲，耶稣甲讲叫伊放较开一下，就是离岸一段距离，然后伊坐伫船就开始驾驶人。了后耶稣甲伊讲，你着爱开到深的所在，深的所在伫几个礼拜前，牧师伫讲道中间有小可甲咱分享过就是讲伊有一寡
科学的概念嘛，搁较济是伫信用顶悬的概念，特别是对彼得来讲，对彼得来讲，伊即个水深的所在，有一寡无共款的角度去思考的，当耶稣来讲，你甲这船放啊较深的所在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就讲老师啊，阮规暝掠拢无毋过你着拢咧讲我就来落网啦嘿，中文的圣经嘛真清楚，甲咱讲着啦所以对水深的所在掠鱼，基本上掠鱼的专家应该是拢知影，因为咱知影水深的所在基本上拢较细尾鱼伊若真正要爱掠鱼趁食，伊爱掠较大尾的鱼，嘛较济鱼，去到水深的所在，去到迄个所在，其实比如讲，阮着规暝拢掠无哪有可能伫过外节的迄个时阵，有美国的一个演耶稣的即个舞台剧迄个彼得伊着演讲即个应该是讲导演还是讲写剧本的人着讲耶稣叫伊拍梦的所在，着是彼得是前一暝共款伫迄个所在掠鱼掠拢无啦圣经是无安尼讲啦不过因伫迄个戏剧的中间，想要甲表达迄种的冲击性。咱靠家己的能力无法度的时阵，当主咧甲咱讲同一件代志，上帝的宽屏甲咱家己的努力，是有足大的无共款的意义所以这是信仰的角度啦。咱讲最深的所在，咧讲的讲另外一方面，咱的信仰爱搁较深爱进步咱咧讲基督徒追求这个信仰，袂当干那永远伫迄个浅水伫迄岸边咱知影加利利海是一个信仰的海啦咱用安尼来譬喻的时阵，咱袂当干那拢永远伫迄个岸边尔，咱着爱学习来行去较深的所在。啥物叫较深的所在？爱读圣经爱研究圣经爱去参加聚会啦牧师要咱调整讲参加聚会嘛是爱发表咱的想法无咱毋是咧讲对也毋对，但是着伫即个你咧想办法去发表的时阵，你必须爱去整理你头壳底的物件。你若讲恬恬伫遐咧领受尔你永远拢是安尼浅浅的尔听咱知影咱的记忆拢足短听会了咧袂记是足紧的。但是当你听了后，你搁去整理、学习讲出来的时阵迄个印象会较深迄个印象会继续深的所以这对信仰的意义来讲，嘛是亲像咧掠鱼共款，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咱讲这掠鱼的人，伊甚至咱咧讲拍梦，咱捌看过人伫迄个浅溪咧拍梦迄种的迄无拄逐个会晓现呢迄是要有技术的咧迄出去拄啊一个网安尼圆安尼规个落去所以咱不断爱伫祈祷、读经顶悬，咱拢会通安尼继续来追求咱才有法度进入伫迄个信仰最较深的所在咱会当得到更较丰富。像牧师定讲咧分享讲，我逐工咧读圣经读过共款中福的经文我伫无共款的时阵所读的迄个领受是无共款的咱拢有咧进步的中间啦所以无论对圣经的学习，伫信仰的品质咱拢真重要这咱来讲对于这段经文的中间，咱去看到彼得一个真好的特质，就是伊愿意啦伊愿意。咱讲彼得咧讲老师我专家呢，我昨暝掠规暝掠无你好啦，你讲我着落去安尼啦伊圣经的讲的记载是真短啦你若有看迄出电影迄个彼得演甲足实际讲无你是学啥物货啦伊佫甲耶稣挑战呢耶稣也讲我是迄个目睭的囝伊佫较踢笑呢，佫嘿嘿安尼
咱真侪时阵，咱会去用咱家己诶专业去评断，吼。你感觉讲我着足够诶啊？你哪会当甲我教导安尼吼？彼得我若有即种诶意思伫诶讲，我着规暝拍梦掠无啊，不过若你讲，好啊，我着无试看觅啊。足侪人诶祈祷其实嘛是安尼啊，吼。讲我今仔日咧读经诶分享咧讲到迄个信心诶功效。真侪时阵，咱祈祷是因为咱相信啊，咱望会当得到啊。但是嘛，有真侪人诶祈祷是啥物货？是讲我着无报啊，无试看觅咧，吼。咱彼得基本上是安尼啦，因为无报啊嘛，伊专业诶掠无啊，吼，所以伊着愿意掠落去，吼。即个掠落去，伫圣经诶话语诶中间咧讲着掠鱼，嘛当然伫信心顶悬足重要。对咱诶挑战，咱是毋是愿意掠落去？咱讲圣经有3摆过河诶记载，一摆是过红海，一摆是以利亚、以利沙诶记载，另外第2摆是啥物货？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上帝挑战因伫即摆上特别啦，是安那？恁着爱掠落去，水才会开，吼，水才会开。掠落去，你才会知影有也是无迄个时阵的信心的考验就是足大个啦吼。所以咱看伊讲伫这中间嘛是安尼啊，咱传福音嘛是安尼啊，足侪人足侪教会啦，咧讲着讲咱来做一寡社区关心人，足侪人第一个问题就问啥，你知影？第一个讲会好袂啦？第二个讲敢有功效？比如有人讲做即种得胜者，吼来安尼说咧，无几个啊，迄功效无好。但是咱拢毋知影讲，咱咧做，其实对迄个人诶后壁诶一世人诶影响足大诶，咱毋知影尔定。我有捌足侪迄种第一代信徒说咧，你若甲问吼，伊细汉拢去教会参加过夏令营，但是咱毋知影尔，迄个效果无随出来，吼。咱毋知影，但是咱爱落去，咱才有法度做主诶工，吼，在主诶工。所以迄是最深诶所在啦，吼。咱毋知影伊伫倒位，吼，毋知影伊伫倒位，吼。咱毋通讲敢若安尼做住伫咱诶安尼，即个时阵安尼就好啊，吼。咱当然是爱过圣洁诶生活，咱嘛爱有愿意甲遮迷信诶人交往，咱才会当传福音，吼。无咱无聊落去，咱无甲未信诶人斗阵。咱要安怎传福音？吼，我定咧提醒讲，教会毋是一群人关门咧同乐，教会是一群人愿意将门拍开，咱行入去社区，也是邀请社区入来，吼。但即个是非常重要诶一个概念啦，吼。所以咱要安怎去到伫最深诶所在？吼，像咱今仔日双联大学诶即种画展吼，要展到6月底。像今仔日咱着去到伫区公所，咱着甲足侪毋是教会人、毋是基督徒有接触诶机会，嘛伫迄个所在有甲因对话，嘛看见教会咧做诶遮个代志吼。所以即个着是咱咧讲聊落去迄个无共款诶阶层啦吼。当然专业顺服，咱有咱诶专业，咱有咱厉害，也是讲咱诶专长，但是基本上对上帝，咱必须爱顺服啦吼。这是咱对西比太诶囝雅各、约翰，甲即个因所军队彼得因即几个人看见所学习诶，特别是彼得伫遮，互咱足好诶典范啦吼。伊讲我着照我诶能力着无安尼吼，但是你讲我着做安尼啦吼。咱会伫基督教诶信仰，咱可能是一个专家，对于迷信诶人来讲，但是有当时咱咧甲伊对话中间，上帝原来会透过因，互咱知影讲，咱要爱用什么款诶方式来甲因相甲做伙吼。因为咱真侪时阵，咱拢用咱家己基督徒诶术语啦，有足侪人听无吼。比如讲，咱咧讲检菜啦吼，
比如讲咱讲外邦人啦，吼，真济咱用即种诶讲法，无无信主诶，遮个非基督徒因着听无啊。所以咱要安怎用因较听有诶话来甲面三甲分享迄个信仰？这著是掠鱼一个真重要吼。所以咱伫这所在来顺服，亲像彼得顺服耶稣所讲诶话，伊诶引带。咱嘛是真重要。当然嘛毋是讲因为安尼咱就无需要专业，咱嘛需要有咱诶专业。咱诶专业就是讲，咱知影要安怎祈祷，咱知影要安怎读圣经，咱知影要安怎遵守上帝互咱诶诫命吼。但是伫咱诶生命中间，咱嘛是需要学习来谦卑吼，建立迄个态度。当然咱讲在职训练啦，专业诶训练啦吼，学习谦卑诶态度啦吼。今年我有看伫咱即个执事伫咧服侍书会顶悬，我就感觉讲，因有足大诶顺服诶心，嘛足愿意学习。咱有看几个第一届书会执事，拢做得足好势吼。我想这就是迄个态度吼，迄个态度受训练吼。服侍嘛应该咱讲顺服啦吼，顺服。有当时咱并毋是拢咱想要做诶代志吼。你讲西门彼得来讲，我着规暝着安尼着无啊，着拢无啊吼。你讲哪有可能啊？无试看觅。你也看约纳是一个先知啊，对伊来讲，伊嘛是传福音是一个专业啊吼。但是伊着安那，伊所表现出来是一个无顺服，甲彼得伫即个所在是两个足大诶相对诶啦吼。伫这中间咱会当看伊讲，当伊若顺服诶时阵，就会得到上帝诶祝福满满啦吼。讲两只船仔底满满咧吼，这甲伊前一暝迄个结果是足大诶无共啦吼。希望用要破去安尼啊吼。所以咱咧讲这叫做福杯满溢啦。当咱用家己诶专业伤过额头诶时阵，会空空吼，伫彼得诶代志顶悬吼。但是当咱有专业，佫愿意顺服诶时阵，咱就要得到祝福满满吼。这是彼得会亲像咱所看见诶吼。所以诗篇23篇第5节讲：伫我诶对着面前，你为着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诶头，互我诶福杯满出来吼。什么人会互人用油抹头？当然是咱爱谦卑啊，无咱通常是人若要甲恁摸一下头，咱会安那？咱会无欢喜吼。你若有机会去到伫美国，还是讲你诶朋友诶囡仔吼，伫美国转来吼，你毋好甲讲吼，你足古水甲摸头哦。西方人无爱互人摸头哦吼。甲你关系足好诶人，可能较谦卑诶人，伊会愿意。你用油抹我诶头壳，互我诶杯满出来。这是足大诶无共款诶一个思考啦吼。了后彼得看到鱼仔满两只船了后，伊就跑落来认罪呢吼，认罪讲我是罪人吼，请你离开我安尼啊吼。这个当然有搁较深诶意思伫迄个内底啦。不过咱对遮来看，就讲咱逐不时拢爱去审查咱家己吼，咱毋是迄个真正会当靠家己来得胜诶人啦吼。咱伫每一摆咧即个守圣餐诶时阵，咱嘛是爱讲爱反省咱家己，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就是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时，着爱反省，是毋是咱下生活会通做好诶见证吼？互人知咱就是主诶学生吼。若无诶时阵，咱就是爱好好来警醒，来反悔吼。耶稣用真简单诶方式，互彼得去体会军队伊诶人将来着要亲像即回诶经验。即回经验来去传福音会通得到人，因为主讲去到深诶所在盼望，你着要得到济济，是福杯满出来。嘛安尼耶稣就呼召伊讲，你将来要得到鱼。
佮第二摆行即项事诶时阵，是伫耶稣过活了后，彼得因安那失望，佮倒转去故乡做原来诶代志。耶稣佮互因共款经历着即个新约，所以因就安那，因就去记伫讲耶稣所咧讲诶，要爱因得着人亲像伊。啊，当耶稣来呼召因诶时阵，因就放落一切，就来跟对伊。咱就讲放落一切，对于遮掠鱼诶人来讲，鱼船、希望，甲即个因所领到遮个财产，甲因所挖靠一切会当过生活诶能力，拢甲放掉。坦白讲，伫迄个2000几年前即个时代，除了因所做诶职业以外，因无有迄种斜杠人生啦，基本上是无啦，所以放落一切是甲伊所有挖靠诶，拢总放掉，就亲像耶和华上帝呼召即个亚伯拉罕对伊，你着爱离开本族本地，你老爸诶家，啥物货拢无，只有会当挖靠主尔所以挖靠主对彼得因即世个来讲，即个斜杠人生，掠鱼以外要来掠人啊，这是用咱的现代话来讲啦，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1节，一个少年的来问耶稣，讲伊要爱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生？耶稣讲你着爱去真济爽容人，爱着目头甲甲啊咧所以足济时阵咱无法度放落咱家己认为咱所挖靠诶、所拥有诶咱诶才调、咱诶运势、咱诶专长，咱无法度咱无法度，咱无法度互主来甲咱训练，咱着爱真正放落，咱家己感觉讲足有价值诶物件，咱无法度放开诶那马可福音12章42节到44节，咱寡妇诶两个钱，咱拢真清楚迄个譬如。即两个钱对即个寡妇来讲是啥物货？是伊生活诶全部啦，伊生活诶全部，伊愿意安尼来奉献，伊愿意安尼来奉献，是伊所看重诶、伊所需要诶、所拥有诶全部。即种诶奉献，咱讲即种奉献叫做会疼啦，即种诶奉献叫做会疼。若迄种有钱人诶等一堆诶迄拢袂疼，迄基本上无达到奉献诶一个程度安尼啦好，伫即个即段诶经文诶中间，咱有几个物件要来思考啦就是讲追求信仰较深诶所在，咱讲信仰着爱进深，爱追求。毋是干那伫圣经学习顶悬，伫生活顶悬，搁较需要来学习进深安尼啦第二项就是讲爱顺服咱足济团体诶中间拢有伊家己诶规范一个团体伊若无规范诶时阵，伊就会乱啦咱就是需要来学习。要安怎遵照伫即个团体、信仰团体也好、政治团体也好、国家诶制度也好、社会团体、教会，我想即拢是一个真基本诶要求啦然后伫圣经中间咧讲到迄个顺服，就是讲爱顺服上帝诶旨意上帝旨意到底要安怎显明？伫咱诶教会体制，咱用咱讲合意志啦，就是用投票、用认同票咱着安尼愿意来顺服大家诶意见亲像咱2月19即个教会和会所通过，咱要前继续来行即咱会通诚做一个基督徒，就会通来学习顺服做伙来行所以咱咧看伊讲，即个彼得伊真愿意听耶稣基督诶意见，顺服伊。虽然你讲我都掠规暝掠无你是算啥物货但是伊安尼因为顺服，伊就得到百百诶祝福啦马拉基书第3章诶第7节到第10节咧讲到奉献，奉献伊马拉基先知伊伫遐咧讲诶意思是讲，迄是一个献互上帝。奉献是一个献互上帝恩典的一个做法啦
所以伫马六基伊咧讲的讲你若无奉献，就是淘汰伫迄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真正是安尼啦所以伊伫遐咧甲因挑战讲，你来试看觅呢，当你若奉献的时阵，看会我对天来开通来拼着搁较济祝福。这互咱倒转来今仔日，咱所看到彼得伊顺服了后，伊安尼得到祝福一项事啦过来要得到人亲像鱼咱讲得人渔夫这是咱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啦亲像掠鱼的人安尼得到济济咱嘛安尼来甲主耶稣同工，要来得到济济的人来归伫伊咱着爱听人亲像家己嘛爱照着上帝互咱的旨意，咱来这个传福音，甲遐个未信主的人来相甲斗阵好放下一切，咱讲会听这个才会通叫做奉献咱要安怎来伫教会内底服侍？我相信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挑战啦特别是咱咧讲当教会阁有需要伫建堂的这个事工的顶悬安尼咱即马着嘛是共款想办法啦咱昨有7、8位姊妹伫灶骹无闲，为着若靠顶了教会幼稚园因带100要到50个学生、家长甲老师来伫遮咱为着因来准备这个因的中昼顿伫即个中间嘛为着教会得到几若千箍的这个建堂的奉献就是讲咱即马拢用真济办法嘛真感谢遮个姊妹牧师咧甲因讲的时阵，因着愿意着安尼家己去招一群人着出来咧服侍安尼这就是咱看见讲教会真正有真济的人，比如讲昨像音乐节本来当甲双联团契出去旅游，伊着放弃，然后来服侍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来的这服侍的同工，伊嘛是为着这项代志，嘛是为着教会就安尼放弃家己伫厝里休困的时间就来遮这个其实做甲真忝咱若真感谢上帝，咱有遮尔济真好的兄弟姊妹，遮尔济同工，咱愿意做伙来努力亲像彼得安尼共款因着安尼放下来跟对主啦好，伫即个所在，我小可讲着即个地名啦咱今仔日拄开始的经文咧讲着耶稣去到即个湖边你会记你拄则牧师读的讲啥物湖无？我阁用较大个拄则所读的是即个字啦我用互咱看。拄则读的伫今仔日的经文即个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讲耶稣伫众人话过了后，伊就伫即个敬尼撒勒湖边啦。敬尼撒勒湖伫即个所在即个是加利利湖啦用安尼所以咱叫这叫做本位主义啦住伫遮的人感觉讲因是捌即个湖的，所以因就叫即个湖叫做格尼撒勒湖，即个湖是阮兜的即个好即个湖有拢总有3个名，第2个名叫做加利利海，因为遮整个的所在叫做加利利省。我倒转来头前好，咱看遮整个的所在叫做加利利省啦，所以住伫加利利的人就称这个叫做加利利海这基本上是统称啦但是因为无共款的地点的人，伊的叫法就无共款。搁另外住伫即个所在的人，伊就讲啥这是阮的湖，所以我叫做提比利亚海。这3个名拢是加利利海的名这互咱小知一下。咱若读着圣经福音书内底咧讲这3个名，拢是咧讲即个湖啦好，
好啊，你可能会感觉讲足奇怪，是安怎叫伊做海啦吼？这是伫希腊文、拉丁文，也是咱咧讲诶较欧洲，咱讲拉丁语系吼，因咧讲即个较大诶水，因拢叫做 sea 吼。你若用德文来讲，因是叫做 sea 吼。啊，所以因就是基本上来改称做海，因为足大足大诶啦吼。好啊，这就是图吼，互咱知影讲，耶稣甲彼得讲，你驶到边仔咧吼，爱伫遮来教世人吼，啊，然后叫伊船开较深诶，啊，着安尼得着满满安尼吼，啊，知影讲顺服了后所得着诶功效。来，第二段诶经文啊，12节到16节，咧讲着伊伫泰戈边诶吼，咱来读一个。耶稣伫一个城拄当有一个人，骗心乱吼，啊，看到伊，啊，就拍伫地面求讲：主啊，你若肯，就互我清气啦吼。伊伸手摸伊，讲：我肯，你通清气。烂，就即时拄去吼。耶稣吩咐伊无伫甲人讲，独独着去将本身互祭司验，也为着你得着清气，献摩西所吩咐来做证据伫人。总是伊的名声越发报扬，规大阵的人自即要听，也要得着医好的病。若是耶稣退去到旷野祈祷，吼，啊，一个生泰戈边的人，吼，咱知影泰戈边早期是安尼啦，吼，用即个图片互咱看，吼。伫即个中间，即个人看见也是听见耶稣来的时阵，基本上呢，有生即种病的人，无有人会当我去就近因，嘛无人愿意去我近就近因啦吼，因为伊就是安尼规身躯安尼烂烂，佫有感染性吼，所以伫当初时来讲，因是互人隔离的啦吼。特别是伫即摆武汉肺炎的疫情即3年的中间，牧师有小可去感受到迄个2000年前迄个生泰戈病的人互社会排斥迄种的感觉。特别是伫疫情拄开始的时阵，全世界医学家拢还毋知影讲即个病是啥物病的时阵，敢若知影讲这亲像咧感冒会咳嗽吼咱迄阵嘛教讲着爱洗手啦，要安怎咳嗽，要安怎按啦吼，着有人咧传传讲吼，你若去到电梯的时阵吼，客甲你着扫者，逐个着走了了安尼吼，逐个人拢会惊啦吼，着好若亲像古早的生泰戈病的人共款吼，伊着无受到欢迎，甚至受到排斥。咱讲的隔离吼，隔离伫迄个时代就已经有啊。但是迄个时代的隔离，毋是咱即马遮尔有科学根据的做法吼。古早的隔离就是讲吼，你甲我出去城的外口，伫城外口吼上垃圾的一个所在。古早的城吼，中路有一个沟，迄个沟就是所有的排泄物拢等伫迄内底。若雨若来，伊就冲去外口啊。所以城的外口有一个所在，就是像安尼足垃圾。伊佫会积甲会发酵，发酵了佫会导火。因着讲迄个所在就是地狱之火，泰戈病人拢去互甲杀去伫迄边遐，所以是足排斥吼，足无好的一个环境安尼吼。伫即个所在，即个生泰戈病的人对耶稣讲，主啊，你若愿意，吼，主啊，你若愿意。即好若亲像耶稣伫即个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讲爸啊，请你将即个杯刷走，但是照你所爱。主啊，你若愿意，即个主权伫倒位？是伫主，毋是伫我，毋是因为我要爱，是因为主你愿意。吼，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态度吼。即个咱会当倒转去拄则的经文内底，彼得所讲的话。主啊，我规暝安尼拍网拢掠无啊，
但是因为你讲，你肯，你叫我做诶，所以我就做，安尼好。所以耶稣就甲伊讲，我愿意，我愿意，就即个病伊就好啊，即个太哥就离开啊，所以经文咧讲，耶稣讲我肯，你洁净了，耶稣嘛无动手啦，甲伊摸一下安尼嘛无亲像进前顾即个青面人诶目睭安尼但是耶稣就甲讲，你得着清气啊，伊也无啥物医疗诶动作拢无伊就安尼这是一个真特别诶信心诶功课。这嘛，互咱倒转去伫旧约内底咧讲到迄个乃縵将军嘛伊嘛是生太哥。当伊来找先知诶时阵，先知甲讲你着去约旦河洗7摆就好啊。伊讲哪？岂有处理阮兜诶河，敢无比恁诶较好、较大较清气吗？你叫我去恁诶看袂起犹太人以色列诶约旦河伊看袂起啊。但是因兜诶牧人就甲讲，先知就叫你去安尼做啊你也无损失啦，互你去试看觅咱搁倒转来拄则咧讲试看觅就无法度啊嘛试看觅好，就去，伊就得到医好就得到医好。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中间去看见着即个信心诶重要性啦信心无论是讲我试看觅还是亲像即个生态哥伊讲，主啊，若你肯伊若后壁佫加一句话讲，若你肯，我就会当得到医治。这是佫较大诶信心伫即个所在。耶稣叫伊去互祭司检查，即个祭司甲咱现代咱讲医生证明足类似啦古早诶时代其实无有医生证明即项事。虽然路加是一个医生，但是伫犹太也是讲伫即个犹太人诶传统诶中间祭司伊会当做足侪无共款诶角色包括判官，包括即个证明伊有病也无病所以这是伫摩西诶传统诶中间，你着爱去互祭司来检查你的确无即个太高病，伊会当甲你证实甲你证实。这是犹太人因所相信的一个体制伊嘛照安尼，耶稣嘛顺服即个体制，叫伊去互伊检查看即个病是毋是医好伊就照安尼的次序来去做所以咱嘛知影耶稣讲真清楚啦伊毋是要来废除摩西的律法，伊是要来成全啦要来成全要来成全伫原文的意思叫做 fulfilled， 是充满的。迄个充满的意思是有行动的，有生命的。你必须爱有行动，才会当家己充满。亲像彼得因真正对耶稣的指示去拍望，才会当得到满满的鱼底满2只船迄有行动的所以这甲犹太人咧讲律法是足大无共款。犹太人咧讲的律法是空空的，用嘴讲的，要求别人的。但是耶稣伫遮咧讲，迄个律法是必须爱付出行动的，必须爱付出行动的，所以才会当来家己充满，来家己成全啦来家己成全。所以耶稣伫这经文的中间，甲咱讲律法一点一滴拢袂当废无要到拢总正，拢总正伫好啊，本来翻译是讲成全啦就我拄则讲 fulfill 安尼好。所以耶稣嘛甲即个生太哥的人讲，当你若去互检查好的时阵，你着爱照着摩西的规定来伫遐献感谢的祭献感谢的祭，然后伫迄个所在来伫遐做见证，透过做献感谢的祭来伫遐做见证互人知。但是耶稣无爱伊家己用喙去传，是用生命去做出来咱嘛知影讲过去无即个医生的证明，但是伫宗教的体制中间，伊会当请到即个祭司的检查来证明为什么袂当讲
其实有足侪角度咧解说啦吼，不过就是讲，基本上耶稣基督认为伊诶时间还未到，伊无爱用宣扬诶。另外一个咱拄则讲诶，无需要用嘴去讲，但是是用性命去活出来吼。耶稣毋是拢总叫人袂当宣扬哦，咱会记得耶稣甲一个外邦诶人赶鬼，伊诶身躯有2000个鬼，迄个啊，当伊讲我要对你来行诶时，耶稣甲讲啥？无你留咧，你留伫恁诶所在，伫即个所在做见证。耶稣有甲讲，你会当讲哦，吼，你无共款诶时机，无共款诶地点，无共款诶背景甲需求，耶稣有伊诶讲法，啊，基本上咱就是顺服啦，吼，咱着爱顺服吼。好，啊，咱拄则咧讲，即个武汉肺炎诶处理诶方式无共款吼，有一段时间，你若公开去讲一啥物人确诊吼，我会去互告呢吼，是拄开始诶时间吼，迄个时阵诶，逐个会做敏感诶，你若公告讲啥物人吼，去互确诊去互匡列都安怎吼，着边仔人着会甲排斥吼。迄个时代呢，政府禁止人去宣扬确诊者的名啦。即马逐个拢会承认啦，我确诊啊，安怎因为即马拢已经无遐尔严重啊，咱嘛较袂遐惊吼。所以伫无共款的时间做无共款的处理，伫过去的时阵是较可怜。生态哥的，咱拄则咧讲，因会甲伊安那摆脱伫迄个外面是公开的隔离，吼。是公开隔离，当然，因诶时代都无有遮尔好诶医学诶科技，所以伫迄个中间，因着较困难吼，比较困难。这伊当初是有当初时诶做法安尼吼，嘿。当然，因若会当得到医好，就会当去受到祭司诶检查。所以，根据即点，咱着知影讲，其实泰国病毋是袂当医好哦。伫古早着知影哦。祭司有权柄会当去证明一个人伊泰国病有医好也无哦，吼。所以，咱伫台湾过去嘛有泰国病，所以咱伫八里即边有泰国病院嘛，吼。过去有真济了后开始对即个病咱较有进一步了解时，一直咧甲逐个讲泰国病毋是袂当痊愈诶啦，吼。所以，了后咱嘛对即个病着较袂遐尔排斥，较袂遐尔惊吓安尼啦吼，嘿。当逐个人拢知影耶稣行即个神迹了后，就足侪人话开要来对伊，但是耶稣做一项代志，伊退到伫旷野，吼。一般咱咧讲诶，这对英语诶解说叫做 retreat， 吼 ，retreat 伫教会界咱叫做退休会啦，吼，就是退去伫旷野去灵修，吼。咱会有叫做灵修会，也是讲退休会也好啦，吼，就是讲咱有当时会离开咱本地诶一个环境，互咱会通安静伫遐过来灵修，来得到信仰诶造就，吼。基本上咱大概是安尼伫做，吼。伫天主教因叫做闭境啦，吼，就是离开你诶生活诶环境，吼。伫法国有一个所在叫做泰泽，吼，泰泽。伊逐年拢吸引几若万诶全世界诶青年人拢去遐参加。你毋知去遐参加吼，遐无网络，也无手机讯号。你要入去迄个营地吼，所有你诶迄个会当电子通讯诶物件拢爱交出来。伫迄个所在，拢总完全无有遮诶物件诶搅扰，伫迄个所在来灵修，这着亲像耶稣基督安尼共款，着退到伫旷野。耶稣为虾米要退到旷野？咱伫今仔日经文来看是，当伊伫即个泰国病诶人以后，伊诶名声着安那真透，逐个着安尼来话开，伊无爱，伊就退去甲后壁咧祈祷。耶稣有几若摆安尼做法，当然特别是当伊要面对
较困难的工作，也是讲挑战的时阵，伊就拢会安尼会退到伫旷野去安静去祈祷，然后才过来面对遮的群众。对咱基督徒来讲嘛是安尼吼，咱逐不时着爱退出你伫咱的生活的外面。亲像耶稣咧教示即个祈祷的时阵，伫马太福音第5章即个所在到第7章，伊有讲着祈祷，伊咧讲着安那，恁祈祷着爱入去倒位，爱去密房内底，爱去密房内底，伫稳重的上帝就会听见恁的祈祷，就会应答恁的祈祷。所以咱爱退，爱退离开咱即马的环境，咱足可惜啦吼。我会发现讲吼，咱即马一代人吼。迄厝诶吼，拢定定讲手机摕咧安尼吼，你也看咧刷吼，伊毋是咧读圣经啦。虽然讲我诶圣经拢伫手机内底咧吼，拢毋是啦吼，拢伫咧刷人互伊诶通信啊，啥物有诶无诶啊吼。特别是咱看迄落年纪较细吼，愈会安尼吼，主日学也好啦，周末呢也好啦，咱诶青年也好啦吼，毋但安尼尔，迄一寡。年纪大嘛会呢，咱3月中，台北中会教社部来办伫遮八渊山，我著看到一个，从头到尾拢咧看手机，真诶呢，爬山伊嘛咧看手机，我就想讲伊毋知跋咧山坎袂安尼吼。咱真侪时阵咱离袂开，咱必须要亲像耶稣安尼，退到伫旷野离开遮诶物件。真真正正来安静，真真正正来安静，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啦，吼。好，来问题的思考，咱今仔日可能敢若讲即2段尔吼，因为一寡物件咱要来思考，连伊即几个问题，要爱互咱做伙来思考来应答啦，吼。好，顺服主的权柄吼，伫祈祷中间，咱爱真细致啦吼，毋通反客为主啦吼。我来举例来讲，就是讲，阮伫迄阵仔咧学习做安宁照顾的时阵，阮足惊一寡较灵恩的兄弟姊妹去探病，因为较灵恩的兄弟姊妹去探病时阵，时常会讲一句话，讲啥你知无？你要祷告啦，你祷告就会好啦。我想这下惨啊，若没有好怎么办？真侪时阵，阮咧照顾的安宁，真侪拢是已经是癌末，癌末什么时阵会离开，阮拢毋敢讲。但阮只有会通，互伊伫灵性顶悬，也是讲对伊的遗愿顶悬，互伊去完成，尽量保持伊的心情的喜乐。互伊平安去完成伊的愿望吼，用安尼有真侪人，因的生活品质会改变，因的性命会延长吼。这超乎迄个医生的意料之外，足侪是安尼。但是当你甲伊讲，你就是爱祈祷，你若无祈祷就袂好啊，你若祈祷就好的时阵，有一个落差的期待。这个毋是上帝要爱咱咧教导的祈祷，咱的祈祷必须爱讲，亲像即个生态阁的人讲，主啊，若是你愿意，主啊，求你将即个杯刷走，但是顺你的旨意，毋是顺我的旨意。所以伫祈祷的中间，咱不要反客为主，这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啦，这真重要的提醒。过来就是咧讲到春秋梦吼，咱前面有讲到耶稣伊即个彼得的丈母，耶稣嘛无甲梦咧吼，所以有梦还是无梦，拢毋是介重要。但是伫即个所在，即个接触是非常重要，因为啥呐？因为生态阁的人无人敢梦。耶稣用手甲伊接触，咧表达啥？表达一个接纳，一个真正的疼，一个真正的疼，这是足困难的一项事啦，足困难一项事。我讲完了，咱再倒转来分享啦，信心的考验啦，耶稣有伸手来摸即个太过病的人，就来讲我愿意，但是伊嘛无所有的病人拢安尼来动作，
有诶伊就是安尼甲问尔定吼。所以基本上咱咧求上帝来甲咱医治，也是讲想使咱平安，咱必须爱有经历一个信心诶考验。亲像我时常爱用彼得诶行伫水面诶即个祈祷，主啊救我，安尼共款啦吼，嘿。过来尊重体制啦吼，尊重体制就是讲，耶稣基督伊嘛是安尼尊重迄个体制吼，这嘛是咧甲咱做一个典范吼，像咱伫咱的教会内底，也是讲伫咱的社会内底，咱要安怎一个真好诶尊重即个体制，基本上嘛是一个基督徒诶生活生命诶见证啦吼，嘿，起来。一个国家诶国民嘛是搁较重要是安尼啦吼。好，当咱得到上帝恩典了后，是毋是咱会通愿意去做见证？去做见证。我会记，之前有甲问咱介像前礼拜朱文长老有咧分享讲咱即个每一工搁活着就是安尼，上帝诶心也伫咱诶心上啦吼。当咱抱着即种诶信仰诶态度诶时阵，咱每一工拢有新诶见证吼。老师要甲咱提醒诶是讲，千万毋通逐摆诶见证拢讲几十年前你受感动洗礼安怎安怎。咱逐不时拢有新诶见证，上帝拢有新诶恩典伫咱诶心上，咱爱随时去查验。去检查、去感谢，然后去好好做见证。像这生态哥受医好的这个人共款，伊马上就去做见证，互一个人来听着吼。我足爱用迄个伫古井边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做例啦吼。咱知影伊是伫迄个透中昼的时阵去遐抢水，透中昼抢水伫犹太地来讲，这叫做头壳有问题。为什么？透中昼无人要出去啦？为什么伊会伫遐出去？因为伊无爱互人知影。为什么伊无爱互人知？耶稣也讲叫你的丈夫来。伊讲我也无丈夫啊啦。耶稣也讲有哦。伊讲你哪知？结果当伊安尼甲耶稣对话了，耶稣讲你着爱啉我互你的水，你着袂阁再喙焦。了后伊做一项足重要诶代志，伊安那去街路诶内底去共讲，我拄着一个先生，伊知影我有几个翁，这是足大改变啊！一个原本无爱互知，透中昼出去抢水，当伊去担着主诶恩典了安那，伊去告别，去共讲，足惊讲人毋知影安尼因为伊得着救所以咱伫这中间，咱会通有足好诶学习啦好，来，咱倒转来，一个一个来，嘿，加来好，咱讲祈祷方面啦祈祷是爱顺服主诶权柄，咱毋知有人要来分享无？有无？咱拢足客气诶也是咱会当分享家己祈祷诶经验。
敢有人要分享即条，还是咱拄则讲的几个思考的问题拢会使。敢有，大家拢做客气啊，嘿嘿。好哦，啊无咱就要到遮吼。啊，后礼拜五，因为迄个拜六是即个志伟的结婚啦吼。啊，拜五爱预演，啊，搁爱布置。哦，啊，因为即回是毋是明理长老要布置，是因本来想要去请别人，啊了后，咱家己的姊妹想要来安尼服侍，要来学习，所以无事一透早就爱载伊去买花，啊然后陪因布置，吼，啊所以迄暝还佫爱排演吼，所以咱后礼拜五就先暂停安尼吼，啊，咱佫过后壁三个段落，咱再下一个礼拜再来上安尼吼。好，咱请连长长老带咱来祈祷来结束，好无？好，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即个暗暝，阮搁一届自修做伙，来对老家地方老家院地方长伫遮来得到侪侪的启示。感谢你，互阮有机会参加自修，互阮搁较知阮安怎伫你的话内面，搁较侪时间来交找主你善良搁好的旨意。你继续来扶持，来帮助阮。将过来拜人有智慧的婚礼，叫你顾守即个家庭，互因未来日拢有主你亲自的顾守甲带领。阮就伫遮要四散，阮也要到你的实体来安息，为了我会当好运到天光。我们四散进前，爱面前献上祈祷，感谢告主耶稣的名，阿免。好，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安。安，拜拜。谢谢牧师。对，谢谢。